仔日新春开工的第一天，总统赖清德邀请到行政院长杜英泰、立法院长韩国瑜等5院的院长，伫个总统府做伙来啉茶，专程是采关门的方式来进行。会后，韩国瑜讲又当面送话支持给总统，总统嘛有答应会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。讲赖总统嘛感谢韩院长，人也别到啥宣告，期待化误解为理解，化分歧为团结。新春愉快，马年行大运。总统赖清德甲5院院长合作会，包括行政院长杜英泰、立法院长韩国瑜，因拢穿黑色西装，副总统萧美琴穿红色西装绣花，加政府喜气。非常可惜，我们去年的确错过了许多机会。在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我们把握这个契机，特别是台湾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。这摆赖清德伫咧总统府大礼堂专程无公开形式邀请行政、立法科技院长和司法院监察院代理院长食茶开讲，希望5院的想法气韵换新，同齐团结。这边开讲内容可能集中伫咧中央政府总预算、国防特别条例和台币对等关税。那我也建议总统可以考虑到“化”这个字，很多的冲突误会把它化解。我很感谢韩国瑜院长，人还没有到，声音已经先到了。化误解为理解，化分歧为团结。化个人小利为国家大利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就和多点别的点心嘛有特殊的意义，亲像佛陀哥希望朝野未来和谐，金吉拉地是希望国家大吉大利。杜英泰伫咧团拜时嘛来画上立意。在行政立法两院也必须要化解过去存在的一些很多的障碍。我想这是树立一个典范。赖清德总统愿意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。如何走向新未来？各界拢希望新年朝野冲突顺利化解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